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便若到讲这个父亲节、母亲节到，真侪甲老爸老母有牵连的俗语话，咱就定定提出来了。啊，咱嘛知影讲，上米饲百样人，真侪才会时大，才会爸啊姆啊，才会老东西。国情啊，咱讲老东西，毋是讲我甲你共辈，毋是，这是一种尊敬的称呼啦。真侪才会老东西吼，拢咧怨叹。有当时我伫咧感慨讲，哇，爸母伫咧疼囝长流水，囝像爸母，那像树尾风啦。是咱今日国情要来讲即句俗语话，啊讲对，啊讲有需要探讨甲检讨的所在。咱知影讲爸母咧疼囝有影亲像长流水，安尼水流袂休。毋过哪会讲囝像爸母是树尾风呢？咱爱想呢？咱爱想讲，咱的囝儿长大成人，出社会就去拍拼。咱的查某囝，咱的后生，因有家己的事业爱无闲，有当时啊，因已经生囝，已经养起下一代啊，因嘛着爱看顾这个红红幼幼的幼囡仔。敢无影讲当初时，咱伫咧生咱的囡仔，伫咧养咱的囡仔，种辛苦过程，换因即摆伫咧经验。所以，毋则国情今日要来拆一个真理：人甲人的感情，自然讲。这拢是顶向下，对顶头来向下底，讲我做顶头向下就对啦。为怎样安尼先讲？原来过去爸母咧疼咱，老爸疼小囡仔，因为囡仔佫袂晓，啊佫毋知影半项红红幼幼都爱人养。咱即马伫咧疼咱下一代，老爸老母伫咧疼孙嘛共款，毋则会国情啊伫咧讲，你着爱对你的囝儿有信心，伊若有时间。3、5天啊，1、2礼拜啊，伊嘛会带囡仔倒转来佚佗。伊嘛会讲敲一个电话，阿爸阿母啊，毋知你身体好无？毋通吼，1、2天啊无接到电话，咱就伫咧感慨，咱就伫咧怨叹讲吼，啊，咱即马大汉啊，囡仔拢无想爸母啊啦。政府嘛咧推动讲吼，咱做人爸母的，咱才会时大，就爱出来行行看看，就爱出来参加社区的活动，找家己食老的兴趣。你讲看有影无？原因就是对遮来，咱嘛爱相信讲，爸母生囝细传世，一代接一代，感情若向下，这是自然人甲人的变化。咱做人爸母的，对咱的囝儿，就爱有信心，就爱相信讲，因为咱会带念咱，啊，咱囝儿有当时啊无法度踮伫爸母身边久长，咱嘛着拄着啊关心一下，甚至讲吼营养品啦，也是讲。对身体较有帮助的物件，寄1、2项转去互爸母，因为吼，咱若做淡薄啊，爸母就真会当体会，就真会感动咧。你讲看有影无？过来国情要来讲一句社会上流传的言语，这典故就是国情啊头拄我咧听，感情是顶向下，所以饲囝是义务。啊，若囝儿是说咧友好爸母，这正就是叫做友好是应该。做囝儿的。当着父亲节，当着母亲节，敲一通电话来甲爸母问安，饲囝是义务，咱来友好嘛是应该。